内地人在地前来看高雄大树朱孝宫的巷仔马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进香。当地乡亲是热情欢迎，过来准备美食。这届参加信众超过3000人，热闹滚滚。 炮声真热烈，高雄大树朱孝宫巷仔马要到北港朝天宫进香，头一站来到元长，受到乡亲热烈的欢迎。啊，今日是我为这大东五杯大人庄吼，来来交流。庄仔头有几千人来迎接，加上参香的信众就3、4千人，场面有够闹热。 我哋大东庄天后宫伫3年前就开始筹备要起庙，估计伫这1、2年内就有一个基础的工程。时到庙若起好，地方会阁做闹热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